海咧，咁啊嚟到咧同大家分析下一個黃金嘅情況喎。Hello 啊 Raymond 啊 Hello， 主持好啊，咁多位聽眾好啊。咁首先好多謝新城電台嘅邀請啦，咁我有機會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有關黃金嘅投資知識嘅。最近咧全球市場咧叫做波濤洶湧啊，不論係中東嘅地緣政治啦，定係全球經濟嘅不確定因素，都牽動住每一個投資者嘅神經啊。作為一個黃金交易員咧，都想同大家講一講黃金咧，其實係一個可以超越短期新聞嘅永恆價值。佢唔單單係一個避險工具啊，更加係一個財富嘅守護者，可以令到你係一個投資組合當中咧更加穩定嘅一個產品嚟㗎。第一個，佢係唯一一個不代表他人債務嘅資產。主持同埋聽眾，你哋有冇諗過？假設我哋持有嗰啲股票又好、債券，甚至乎係存款啊、定期，實質上咧佢哋咧都係代表住某一個實體，包括係股票嘅公司啦，或者係債券係政府啦。咁啊，存款就係銀行佢哋嘅債權啊。咁然後實物黃金咧，佢係一個獨立存在嘅有價值嘅實體啊。佢唔需要依賴係第三方嘅任何嘅信用背書。喺一個金融體系嘅動盪嘅期間，同一個信用危機爆發啦，法幣亦都係面臨住一個好嚴重嘅通脹嘅時期啊。喺一個冇主權信任風險嘅特性當中咧，黃金咧其實就係一個最後嘅防線啦。就好似咧近期中東啊好多個國家咧都因為戰爭嘅問題，令到嘅股市咧大大嘅產生嘅風險啦。咁黃金喺呢個時候啦，就有一個好強勁嘅獨立資產嘅特性喺呢一度啦。咁第二個啦，咁佢就會喺一個投資組合當中嘅天然嘅避震器啊。咁喺呢個資產配置當中啦，黃金扮演住一個好緊要嘅多元化嘅角色啊。根據歷史嘅反覆驗證啦，黃金同埋股票或者係房地產嘅傳統資產咧，其實佢嘅相關性咧係極低嘅，甚至乎咧喺市場產生恐慌嘅時候咧，佢會呈現一個負關係。咁代表住啲咩咧？股市或者係房市嘅低迷啊，黃金咧往往都會有一個逆勢嘅增長喺度嘅。咁呢個咧係會減低你嘅投資組合當中嘅波動性啊。我哋都一般建議啦，你可以咧係配置翻5到15%喺你嘅投資組合當中，有一個黃金作為一個減震器，提高你嘅投資穩定性嘅。喺2月底啦，美國啊、以色列啊同埋伊朗嗰度都發生咗一個大規模嘅軍事行動啦。咁之後伊朗都進行咗一個報復啊。中東嘅地緣政治風險咧正式升級，變成一個大國嘅直接衝突啊。喺呢個咁極端唔確定嘅背景底下，全球金融市場咧就進入咗一個避險模式啊。金價咧喺3月2號咧咁就已經突破咗係$5400嘅關口啦，亦都創下咗最近幾週以嚟嘅單日最大嘅升幅啦。咁呢個唔單單係一個數字嘅跳動啊，亦都係市場上對於黃金嘅避險屬性嘅認可啦。政治啊同埋嗰個嘅戰爭問題啊，亦都導致到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啊事實性嘅關閉，因為咧佢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關乎到全球差唔多有20% 嘅石油嘅供應嘅。咁嘅油價咧就喺$67啊，亦都飆升到差唔多$70之上嘅，單日升幅咧都超過6%嘅。喺呢個金有銅脹嘅情況底下，黃金唔單止對沖咗嘅地緣政治風險啦，亦都係間接對沖埋你嗰個油價飆升帶嚟嘅通脹壓力嘅。我想問下咧，除咗投資實物黃金之外咧，其實仲有啲咩嘅投資方法？除咗實物黃金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銀行嘅紙黃金啦，或者係黃金嘅 ETF 啦，都係一個方案嚟嘅。咁而家都有啲新嘅投資黃金方法，就係投資翻電子黃金啦。其實你喺買升之餘咧，亦都可以買跌嘅。咁啊好簡單，一部手機就搞掂晒，唔使成個金條咁拎住行嚟行去。再加上咧有槓桿可以放大你嘅收益。咁當然提一提翻啦，槓桿放大收益嘅同時咧，亦都會放大翻個風險啦，要小心咁去使用嘅。不過咧近期咧都好多新聞講啦，有好多詐騙黃金喎。點樣防範呢個風險啊？咁我哋咧要防範翻嘅風險咧，最緊要係睇翻啦，你去投資黃金嘅公司啊，到底有冇喺香港黃金交易所嗰度咧做一個會員嘅？因為香港黃金交易所係現時香港唯一一個咧黃金交易嘅監管機構嚟嘅。咁同埋咧睇翻公司咧會唔會喺香港有一個辦公樓嘅？因為有好多公司係海外嗰度開嘅。咁若果係有喺任何問題上嚟咧，就比較難去追查到嘅責任啦。咁就好似我哋 WCG 民權金業咁樣樣啦，係受到香港黃金交易所 HKGX 監管12號嘅行員嚟嘅。咁同埋咧，佢嘅買賣差價極低啦，可以雙向交易，買升又得，買跌又得，無經紀零佣金。咁呢個優勢咧，提供咗一個好高嘅靈活性咧，俾到嘅投資者嘅喎。其實而家嘅通脹問題都好嚴重，越嚟越貶值㗎啦。咁假設同一個時間10年前買咗黃金，現時咧都已經有唔同嘅價值喺翻度㗎啦。咁所以咧都建議大家啦，喺長期資產嚟講咧都可以配置翻黃金，亦都係可以咧短期上用一個比較方便嘅電子黃金交易去提高你嘅投資組合嘅。
係啊，今日咧就好多謝 Raymond 啦，咁啊同大家分享下今日黃金究竟點樣投資黃金啊！今日唔該晒你啊，咁啊，下次見啦，拜拜。多謝晒，拜拜。